即係呢個過程我就唔講啦。但係已經確定咗離婚，只不過係未簽證。咁佢當時咧喺一個啲網站裏邊做同城㗎嘛，我哋係同城㗎。我知道。喺一個網站裏邊咧就佢做直播，我覺得幾有眼緣，撩咗人哋兩句。當時我未曾簽證，但係離婚就確定咗㗎啦。佢係已經嚟咗㗎啦。咁我問佢，我依家我直接好直接咁問佢，我話我係未離婚，未恢復自由身，我有冇權利去邀約你？佢又覆咗一句，等你恢復自由身，我哋再安排啦。咁結果？再約啦咁。結果我就恢復咗自由身之後1個月，我先至再約佢，約到1個幾月，差唔多2個月，先有啲約到，因為工作嘅原因啦，就約到喺我好記得仲係2020年嘅1月19號見面嘅，大家都好記得呢個時間。但係見咗之後咧，大家都有即係雙方都有覺得有眼緣啦。見咗2、3次之後，問題咧在於一個我自己嘅問題。當時咧，我同我女講，但我個女好強調，好反感，係我再去揾新嘅女朋友。哦，你嗰度好嘈啊！遲啲先你開咗啲乜嘢？冇喺個泵水喺度我當時我個女咧講咧，因為佢讀緊高中嘛，我哋都依家都40幾歲咯。我聽得到。佢讀緊高中咧，我個女話你讀嗰陣時佢讀初3，我同我女講嗰時佢讀高一，佢話我等我讀完高3先，你先同我談論呢個問題啦咁樣即係等於意思上咧就唔好影響佢嘅學業，就唔好揾個新嘅人翻嚟，佢接受唔到或者。咁其實你哋係咪暗地裏喺埋一齊咧？係，但係我聽你把聲咁咧，好似光明磊落嘅人嚟嘅。我好尊重個女嘅意見，但係我就唔敢去再同對方，即係依家再喺翻埋幾年之後，再喺翻埋一齊嗰個人去再聯絡過程後冇聯絡，間唔中到1年咗聯絡一次食餐飯，即係冇緊密咁聯絡。即係我又冇明確話我追佢。咁佢期間係咪一直單身啊？佢期間有經歷過好多個感情波折。咁而家咧，到而家咧？依家咧喺4月份嘅時候，今年4月份嘅時候，舊年年底嘅時候，我約佢春節嘅時候，我約佢春節食餐飯啦大家見面啦咁樣咧佢話春節嘅時候，因為佢自己可能生咗啲嘢條頸嗰度。佢話個樣唔靚，唔見人，或者比較忙，都唔想見我。咁樣咧就到翻2月份，2月初應該2月中旬嗰陣時候，佢問我發咗個信息俾我，我當時喺外國出差，當時喺越南，我就冇覆佢咧，翻咗嚟3月底翻咗嚟，我先覆佢，3月20幾號先覆佢，咁約咗3月底最後一日。就見咗面，同佢出去行下街。行街嘅過程中咧，我哋大家都一見面就好似好熟嘅朋友咁樣噶啦。係。就雖然唔係親密，但係都有拖下手。我哋到翻4月11號再見第2次，唔係過程中晚黑又見，因為佢工作問題，我唔講佢做咩嘢工作啦佢工作問題咧就晚黑9點先落班。5點上班，日頭佢成日都得閒㗎。5點上班就9點落班，咁我都係晚黑9點有1個星期內見咗佢3次，晚黑約佢行公園啦，係咪有 feel？ 傾下偈啊，講下心事，一直都有 feel。其實兩個人一直都有 feel，但係咧你愛而不得㗎嘛，你尊重你嘅女兒啊嘛，你係以女兒為佢好嬲我咯。咁咪確實係嘅。點講咧？因為你冇諗過啊嘛，你永遠都係放女兒喺第一位啊嘛，你冇諗過你自己嘅人生啊嘛。行咗一下，但係呢，我唔知點講，有啲唔好意思。點解唔好意思啫？你哋做咗一啲不可描述嘅嘢。嗰晚呢就你做咗一啲不可描述嘅嘢，我幫你描述咗啦。係啦，但係呢，當時我太突然啦，我意料唔到佢會俾嗰種 feel 我。即係佢主動做咗一啲咁樣嘅嘢，即係主動嘅。係。你係衝動，佢係主動。突然間，我冇衝動，我突然間已經俾佢嚇傻咗，我根本做唔到成個過程。
根本做唔到落去，我係嚇傻咗你俾佢。即係佢好主動，你突然之間打個突，點解佢突然之間要求我同佢做呢啲咁樣嘅嘢咧？突然間俾個身體，即係好簡單。突然間俾佢拋個身體出嚟。我知道，因為咧，我都知道有啲契哥啊係咁樣嘅，佢即係有個靚女咧，佢係咩問題啊？你講。有啲卡咯。唔緊要啊，唔緊要。咁樣咧，到翻咁樣嘅，我哋之後又見咗一次，即係嗰次過咗去啦。之後又見咗一次。即係佢誤會咗你唔掂水係咪？係第二次嘅時候又唔掂水，好啲啦，但好啲，但係我當時有個心裏邊，因為我個人咧比較情緒價值比較強嘅人，我唔係身體價值、身體肢體。我知道你係愛呢個人，係因為呢個人去同佢喺埋一齊嘅，唔係話我因為我係某方面嘅思考問題而同佢喺埋一齊。係啊，就好多啲。所以咧，當時第一次嘅俾咗咁嘅突然嘅嘢俾我之後，我心裏邊有其他諗法。你覺得佢隨便？就咁嘅情況。我覺得佢原來有嘅矜持冇咗。唔係嘅姐姐，唔係㗎，阿哥哥話佢40幾歲㗎啦，唔係矜唔矜持嘅時候啊。係啊，我講真㗎。後邊我知道啦，後邊我已經知道啦，因為我同佢有溝談，後尾交流過啊嘛。係啊。然後咧，有一次4月19號，你聽我講完先嚇。4月19號咧，因為我自己內心裏邊有好多壓抑，因為我覺得佢大家都好似熟人咁，我就想揾佢傾訴。我喺佢面前跌咗眼淚。唔係淨係因為佢嘅嘢，所以嚇親咗佢。然後咧，佢同我講，因為佢同我講過中途啊，同我講過話呢幾年同邊個人喺埋一齊點大概嘅情況都講咗，即係初步嘅情況講咗。佢嘅精神都比較壓抑。咁其實佢都好老實啦。如果係咁樣嘅哥哥，佢好老實啦。呢個人因為同佢喺埋一齊嗰個生活比較和諧嗰個人咧，就有老婆嘅。當時係我同埋佢同時一齊認識嘅，即係前後嗰幾日都係認識兩個人，佢同埋我。但係佢當時咧就識得我之後咧，我冇進攻，即係冇發動進攻，人哋就發動咗，但係人哋欺騙佢，但係而係咧明知咧，佢明知人哋係有家庭嘅，但係佢無藥可救咁愛上咗人哋。一開始係欺騙，之後咧就跟住佢哋分開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又因為空虛嘅問題啦嚇，咁樣又喺埋一齊一段時間。但係嗰個人咧就主動唔會俾情緒價值佢，即係唔會去陪佢行街，唔會去俾佢陪佢做乜，只係黑暗當中見面嘅事，只係一件事。你想表達啲乜嘢啊？得不到嘅永遠都做騷動。唔係得唔到。其實我已經得到，只不過咧。唔係啊！我話佢啊，我話呢個女仔啊，呢個女仔心目中咧，佢會對呢個男仔喺度糾結嘅，唔係男仔嗰個叔啊，佢識得後邊嗰個啊。係啊，係嗰個。就係星期日嗰日，我同佢出去食飯，因為佢已經分咗啦嚇。佢4月份佢3月應該係3月31號見我嘅。佢4月9號嗰日當住我面發信息俾人哋，話俾即係以後唔見啦。拉黑咗人哋，人哋當晚都過咗去佢屋企樓下揾佢，佢嘅視頻都俾我睇咗，即係佢覺得我知道佢係坦坦蕩蕩做人嘅人，我唔係嗰隱隱藏藏